弟也会太硬，人又会失爱啊！本强今日在敬天之外，看到你伤心离开。你嘿，本强乃是久仰真强。哦，拜见真强娘娘。两位强喜，多谢真强娘娘。凡娘，佢是何人啊？佢係我嘅妻子金娘。今日2人要為地了求客。启禀娘娘，我未到求干，連金娘嘅聖山灰也冇咧。已見金娘愛聖山，無錢無用，只好出來奔地嘅錢來做金娘嘅聖山灰。真是可憐，強啊！也100兩元，本以2夫妻。娘娘不可，我無能為干，我敢拿朝廷嘅金錢。凡娘，也並非朝廷嘅金錢，乃是本強嘅心意。本強看了日嘅文章，確實本才出眾，有意而來演出你。凡娘，既然也係娘娘嘅好意，你也唔好本娘娘難為情。等日後出頭之日，恩將來報答娘娘嘅恩情。安好，多謝娘娘寬宏大量，贈出我100兩元。凡娘日後必聽報答娘娘。金凤珠起頭，母子相見，講來呀也係有緣。以前我嘅細細嘅精神，在南山本風采而達，就用凡藥拿樹葉幫來做武德，找到好些哦。日頭啊，曬捱唔到，露水啊也唔會濕氣。講來呀，佢也係我嘅貴人，今日貴人到來，眼看時機將到。就差我哋呀，一步睇我在此等候。哎呀，給好買東西，佢攤嚟都數槍槍，自己已經出世，買冇東西本金娘做嘢，也要用個實賬好。誒？不過喵，有冇要按到嘅樹葉？我老人飲飲咩？大看我一番。凡药，凡藥。
八公，真的，朋友啊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哦。乜解事啊？你还有龟山嘅梦境，而我系推爱前到用波财，你也梦境啊，全部都满你。用宝财，咁有样？土地八公唔爱骗你，你家家起钱吧。难道我头嘅帮忙？啊，快咧，买无嘅，金娘冇东西好做嘢，赶紧落去看，还有乜嘅东西好买冇？前到来咸阳，母亲还个妹啊！妹呀，呀，咁係我嘅金孫啊！真係，哎呦，讓我有生意。阿妹是才是亲母盼的咯，母亲，先你批再个讲啊。好。母亲，生意地位，阿妈你们我先难听。香草，母亲，你用我的钱都鸦片了，就好改菜。阿妹到来，假设阿妹冇到来，你爱娘假啥啦？哟，我细郎就去哪呢？你身上让无人来照顾你呀？母亲，因为爱做嘢，过数几多几好。几老酒，还忙转来。爱老多啊，系阿细人亏待你，那无啊，阿妹一天要教训佢一番。母亲，凡妞对爱情好，已经自己出世，凡妞还忙转来。母亲，你的安好，应当做地老给儿娘。哎呦。可奈啊！用为老我嘅死郎生来是一模一样，系来相看啊！我想啊，我嘅死郎按才过来做缺失，我嘅金孙喊你当一天要本佢发财，佢呀就到用宝财。真是好命啊！金娘啊，我转来咧。
讨来嘞。你呀，总算是赚来的。凡妞，你今年多几好，要买多几嘛？我到街坊，乜嘅东西都冇买到啊。冇要紧，阿妹很爱朋友，作几杂嘅来就好。一次多抢我母，唉，至于就按外命，弟弟啊，缺失了嘅朋友出世。啊，错嘞，我母啊，要老牙之意安命冇啊？有啊，看下你还忙赚来，点样啊？爱挨老嘅安命。按到乜嘅命啊？佢啊，只按到用宝菜。用宝菜，南山菩提来显灵，后面点八字，你根子你听，莫非宝菜黑烤啊，把公空下卖娘银卖娘银。哎呦！大看我一发，哎呦！我冇啊，你眼腳做咩呢？哦，快肉啊！你只要都按劍去做乜嘅呢？按你要嚇到我嘅劍孫呢？夾夾放起來。快肉，你行兩步嚟看哪里？哦。誒，奇怪，我嘅腳幾嚟好咧，行路也唔會擺腳咧。哦，我都唔定係按厲害哦。係你到啊，應該去開拳頭館，專門同人來叫。冇聽錯噶，會春太錢啊！唔似你講笑咧。快肉，你用我男定人來嘅，只有都按劍，你去哪啦？我冇啊！我母面前共10年，路過白虎門面前，菩提顯靈來開口，石頭夢見彩三遍。啊，是咯，你可有談清楚？你講八公愛講啥？我沒留到，我聽錯咧。結果北公講啊，我那係推己簽到用寶財，就將貴實嘅黃金送本我哦。真件要按你嘅事情啊！難道你托替八公來庇佑？煩了，那麼再來問看那八公，其愛情嘅係唔係就係嘅啦耶？好，我來問。天才上，地才下，我用白玉葵菜地內下，竟然我來強勢八公。八公啊八公，你愛情嘅用寶財，感謝了新人。冇錯，愛愛情嘅人就係佢。熊朋友，你心地良善，為人正直，那係八公貴人，八公才是送你黃金，免才破有所苦。多謝八公。我冇點樣啊？人一行紅人咧，貴山嘅黃金都係人嘅。哎呦，一天啊，係你兩公婆有福氣，八公啊，怎會送黃金本你？騎兵分
万岁，太岁不好，去年气外天上，一时间国水在，朱太岁，百姓民不聊生呐。有了点事情，公家去打开国库来征集百姓。万岁，风水来得天气，国库的钱全部本水打掉，这个以何是好啊？哎呀！望流沙衣，连呀咿呀，一时无法来救济呀。百姓哀伤，可怜天啊！所有难拿回，连可谁呀？万岁呀！为神见地，用快鸟家中封建顿之以上。用快鸟，南头是当年五体不全的机智聪言。真是，佢一係我嘅西龍啊！啊，用下去唔係辦法，宋乾，既然你係家嘅岳父，明年前去讓用快鳥加黃金來征集百姓。這万岁，当年本将到庙中祈福之时，拿了100两元赠送怀鸟夫妻。佢又对我讲，佢那出头天为来报答恩情，已经万岁献祭上天，佢听说会拿出黄金救济百姓啊！按用好，宋乾先用快鳥夫妻送天。良子，万岁有旨，先用凡有夫妻送天。良知。参见万岁，平身。多谢万岁。凡玉，您提前安了。正是凡玉苏道，南山土地必言，皆叫爱五体全安嘞。已经天下做太岁，寡人往日家出黄金，本国库来征集百姓。启禀万岁，这黄金乃是南山土地所赠，我愿将黄金本万岁救济百姓。待看我一番。风地雍雍堂照，我乃南山土地，女生年前才知出那，雍雍神山来神落，太子拜农却有真的良事。用凡用就係人嘅亲身奉仪，自然天下有20人嘅劫數，已經劫數一個，電話你父子見面，指點言語謹記才行，無甚喜也。哎呀！
怀念黑凤仪，自从当年的强采凤仪背农松，怎得良师仔细看来呀？凡娘过来，太爱看来。一见呐，真的泪涟十三风啊，太年那前可怜那子苏我望见风雨呀，我该醉呀，今天子送父子团圆原来是父王母后。凤仪本已所苦20年呐，父王是爱命改于此。今日参见父王母后，拜见父王母后，免礼。谢父王母后。父王母后，也就是我的妻子金娘，也是宋仲兵的五姨。吼吼吼！今日寡人良心太喜，向前堂风。万岁！凡用金娘封为太子、太子妃，封顺封仪太子少保。掐住龙眼。宋钦，既然金娘是那个五姨，也下当真请王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启奏万岁，凤仪要以死哀奏，遵奏。上喜当然，挨落难之时，马三宝亦看挨唔起，以我大度，说托挨那是腰杆何做，人做马虎，为挨牵马游戏上门，强父王做主。马三宝，你身为做官之人，唔好随便老人来看强，莫做看高唔看大。既然大度采贤，应同照度所行。这微臣良知。凤仪，你讲了王金是土地北宫所赠，上去安用好？父王命你带了20名的工人，去过一间北宫庙，还原凤仪福德宫，将土地北宫封为福德正神，连对下游福德苏王金。凤仪